国内有真侪动物拢捌受到山猪条陷阱危害，这骹手就互人切断。今仔日就有民团呼吁讲，爱甲动保法的内容定较严格，袂当是干那禁用山猪条，就爱禁止进口、禁止制造，搁有卖互别人，安尼才会当全面来改善。 真欢喜甲主人生奶小乌狗喜美是一只3只脚的狗，因为山猪条陷阱失去一只脚，在主人耐心照顾之下，伊佫徛起啊，真自由地公园走来走去。黑美刚开始的时候，它也相当的惊恐，所以就是从它出院，然后慢慢的照顾它、安抚它，所以它现在其实是很亲人的。我是支持禁用山猪条的。 台湾动物共生联盟初六举办山猪条受害的狗仔聚会，现场来真侪主人带受害的狗仔，互相来分享因照顾的经验。现场啊示范装饰这个山猪条，一旦来夹到动物的脚，因讲拢无法度拧开，脚可能爱锯掉。虽然动保法敢若规定禁用山猪条，不过联盟坦白讲效益无大。因为新北市是全台湾唯一一个县市，经由订定动物保护自治条例，对制造贩卖出售山猪条这金属的特殊陷阱，相当应罚75000块，总计已经罚10万件了。山猪条放着，它满山遍野放着，你根本不知道是谁放的。 除非你当场抓到，否则是没有你抓不到人。民众在他县市购买，然后来到我们新北市来使用，那当然这个源头就很难去阻绝，所以我们也会希望说动保法能够做这一块的修法，把电商平台的一个连带的责任能够纳进来管理。 新北市动保处指出，全国内山猪条大部分对盗保者电商平台境外进口到台湾，所以联名呼吁中央应该修法加严，动保法落入禁止输入制造贩卖、持有山猪条对源头来管理，避免动物受伤的悲剧一再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